从母亲怀里落下来。最后呢，我觉得全世界最公平的就是这个嘛，是吧？死就是最公平的，是吧？我看我们很多朋友，台湾朋友，马来西亚朋友都在学习这个观点，我也是很接受的，是吧？死，全世界最公平的是死。你不管有多少劫，最后也要死；不管你多大的官，也要死。关键死的光荣嘛，有意义嘛，有价值嘛。所以毛主席说：“人固有一死，要么如泰山，要么如鸿毛，是吧？”最后烧成一撮灰，又放在地里面。你撒在大海，撒在江河，撒在哪里，都还是落的地啊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不能离开地，所以一个人睡也要接地气，没有接地气，这个人就生病了，啊，这就是智慧。我们经典老祖宗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经典，没有做好经典，教不好经典的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学习，大家都要行鞠躬礼，大家我们开始吃素食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保护环境，老子，我们读老子，是吧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。现在整个自然和谐，自然破坏完了，我们读经的人读了以后就要带头了，是吧？带头以后，人和自然和谐了，整个社会和谐了，人类和谐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用经典，好吧？好，第4点就讲学生怎么读经典，是吧？我总结了8句话。学生怎么读经典？第一，及早诵读，及早诵读，是吧？及早诵读，最好，是吧？3岁嘛，现在有些提出了0岁。有些还提出负1岁，负1岁，我觉得我也赞同，就叫做胎教，从胎教开始读经典。哎呀，最近做了一些实验，最近这个10几年来，有些胎教的听经典、听古琴，生出的孩子啊，只1岁多，一教他读《弟子规》，他就能够跟着读了。他读那个《三字经》，只教了1、2篇他就背住了。因为他在母亲怀里就接受了《三字经》的信息了，所以这个很好，是吧？所以及早诵读，当然最好负1岁了，是吧？你至少3岁开始读嘛，3岁他完全能够接受了，是吧？第二，天天诵读，你不能丢，1天20分钟，是吧？1天20分钟，这个要坚持。第三，静心诵读，读经典还是心要静。创造一种安静的。我觉得我是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？有些说小朋友他注意力很差，你要他怎么安静得下来呢？我是在你开始读的时候要他静心。幼儿小朋友注意力不超过5分钟，小学生注意力低年级10分钟，中年级15分钟。高年级小学生注意力20分钟，15到20分钟，这是我们心理学研究的，是吧？这全世界公认的。所以我们就要求读的时候，你看全国都总结了，把书摆好。我们台湾朋友也把书摆好。我们大陆经常大家总结，把左手把书压住，右手那个数字，所以大家总结叫一指读书法，是吧？一个指头一指读书法，这个指导书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仁，在止于至善。一个字一个字。开始读的时候静心，并且开始读的时候呢，要速度要慢，一个字一个字要读准确。所以我是怎么指导大家读的？开始读要静心，开始读要速度要慢，速度开始慢，
然后慢速、中速、快速，最后要快速。因为语言啊是反映思维的工具，这是心理学原理。开始要慢速、中速、快速。开始读的时候要静，后面可以快乐的读。你看后面往低了，快乐的读，是吧？你游戏啦、拍手啦，哪里叫做巩固了？巩固了，你可以采取不同形式。开始读的时候不要搞花样。我们总结啊，大概是这样一个：开始读不要搞花样，开始就拍手啊、么子拳啊、什么什么跳啊，不需要。读书了，为了巩固，可以采取各种花样，大家自己创造。今天下午我们小刘老师啊，刘谦谦老师也会大家讲他们怎么读《弟子规》的。但是开始读的时候要静，要慢，然后就快，各种形式。第四呢，有轻松诵读。我为什么强调轻松啊？现在我们一些小学呀、早读课，一些校长啊，看哪个班读书声音越大，这个班读书就读得越好。不能声音大来决定读书的效果，是吧？你们试一试，读书很消精力的。你看我们老师讲课，我们讲课很要精力的，一下来呀就觉得很累的，因为我们每一天讲，腰也痛，是吧？坐在这里腰不痛，因为主要精力去上课去了，一下来腰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过去就鞠躬礼太做少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耗精力，你要去想想呢，你本身学生早上就没吃好，你看我们现在早餐，学生的早餐是最差的，都早上太早了，还没开胃，学生不想吃，那么就是那么一点精力，你早上一读，声音读得很大，把精力全部消耗了。到了学其他的语文、数学其他课就没精力，就打瞌睡了。你看现在我们小学、中学好多打瞌睡的，与老师教学也有关系，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。你看苏联的教育，前苏联啊，现在叫俄罗斯了，分成很多国家。那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，前面我讲的苏霍姆林斯基他的学校的课表，我就学他这一条。他的课表，第一节课，中学第一节课50分钟，第二节课40分钟，最后一节课只有30分钟了。他根据学生的精力、生理规律来安排课表，安排作息时间。你看我们刘校长，你家里是